第二日咧，師傅朝頭早咧要處理一啲佢自己私人嘅行程。喺午餐之後咧，我就帶咗佢上去香港嘅太平山山頂，而同時咧，我亦都有同佢講話，師傅呢一度咧係聚集咗全香港最多有錢人居住嘅地方。當日嘅天氣咧有少少唔太好，佢介乎喺落雨同唔落雨之間，而且咧周圍都有啲霧。我猶豫咗一陣咧，最後我都係決定帶咗佢上去山頂嘅凌霄閣。佢去到咧好開心，因為當日咧上面有好多人，而我同佢咧亦都向山頂影咗張我自己覺得好靚嘅合照。影完呢一張相之後，大概唔到2分鐘咧，個天就開始落毛毛雨啦。咁我咧就帶咗佢落去樓下山頂凌霄閣嘅一間西餐廳嗰度。和尚咧響中午12點之後咧係唔可以再進食噶啦。但我同我嘅團隊咧就喺嗰度食咗少少嘢，亦都嗌咗杯咖啡同埋橙汁咧俾師傅。記得師傅今次嚟香港嘅教誨有幾句我好想分享俾大家聽嘅。佢同我講話，緣分同埋因果咧就好似劇本一樣，其實一早就已經寫好。一啲有緣分嘅人，無論幾遠都好，只要時間到，佢哋就會響埋一齊。而有一啲人嘅一齊係為咗遇到之後大家互相扶持同埋幫忙，而有一啲人嘅遇到係為咗要分開，所以佢哋先至會遇到。呢一個世界上邊其實從來都冇任何嘅巧合。